欢迎伫影无头前的兄弟姊妹，甲每一个朋友平安。真欢喜，咱搁一摆伫一礼拜中间三甲主日，三甲会当伫线上的直播来做礼拜。邀请你，请你备办你的心，将你边仔手边了解你无用的工课暂时停止，咱三甲安静来到主的面前。欢迎咱今仔日每一个伫咱中间聚会的兄弟姊妹。如果你有小朋友，牧师搁一摆邀请你，会当邀请你的亲人甲遮的朋友。我想有的人是5个人以下啦，只要是5个人以下的聚集，那我想都是符合我们防疫基本的原则，原则安全的原则。所以邀请咱你边的兄弟姊妹甲你的亲人甲伊讲平安，上帝祝福你。今仔日咱要三甲伫礼拜中间的头前，我是要邀请咱除了会当观看咱的直播，嘛要邀请咱伫咱的群组你若是伫脸书，就是伫 YouTube 来观看的时，若要较稳定的应该是 YouTube 若是脸书，有当时因为你的频宽比较这影无有小可宕机delay 啦所以邀请你若是会使，你会当点选咱的群组内底有 YouTube 咱伫下底面请咱让伫留言的地方甲写平安甲大家请安问好不管你是毋是大桥教会兄弟姊妹牧师拢邀请你会当互阮做伙熟悉咱做伙伫线上咱三甲来敬拜上帝。这个时牧师嘛要邀请咱每一礼拜咱的线上直播的礼拜是伫9点半伫9点半如果你若是时间上袂拄好，嘛请你会当伫时间以外的时间，你阁会当继续来点选来看嘛请咱会当三甲伫敬拜的中间来陪伴咱的心。这个时牧师要邀请咱三甲会当做伙伫敬拜的中间，咱用稳定的稳听做伙来三甲来祈祷。当咱来到主的面前，牧师要邀请咱全体咱做伙来为着国家在疫情的控制来祈祷。特别咱要邀请咱做伙来为着咱的政府官员，甲所有的决策的官员，互因有智慧。当伊咧面对集群，甚至咧面对要安怎抗疫，即马咱的疫情这疫苗如何有果效？我相信求神让他们了解，并能够适时的跟我们弟兄姐妹，跟我们每一个国人来做分享跟报告。我想因需要较侪智慧，嘛求上帝帮助咱做伙会当通过祈祷来帮助伫头前前线或者医护人员，咱来献上恳求，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主你是阮生命的帮助者。当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头前，阮知只有你是阮的帮助。因为你创造阮的生命，因为你是赏赐万行有的上帝。主当人有欠缺，当人有软弱，当人有不足的时，是上帝你值得阮通好瓦靠。求上帝你帮助阮，若停止伫即马疫情所带来病毒所带来人生命的损害，嘛互阮全体全世界所有伫主你面前的人，搁一摆来向主你恳求，求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互阮常常用祈祷来为着社会的平安、国家人民的需要来献上恳求。求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互阮放落家己的骄傲，掠做家己较傲的心。我相信这拢毋是上帝你意爱。你以爱阮，就爱谦卑，互阮伫即摆疫情的中间，学习着怎样用听来彼此相款待。求上帝你，阮特别你恳求上帝你帮助伫台湾，伫台湾即马进入伫疫苗要安怎样帮助台湾人来做施打的过程。我们需要神你恩典的带领，帮助我们，不管是所有疫苗来自无相款的国家，
或是阮家己所产的疫苗，阮拢恳求上帝，你通过这疫苗来帮助阮的性命，来得到医治，得到好，甚至得到帮助。求上帝你加做阮的瓦靠，特别阮要为着伫头前前线在无用或者的医护人员，因受到最无共款的艰苦，一日落来非常的辛劳。求上帝你圣神帮助因，互因毋留永驻，嘛互因的家庭无因为因遐尼着磨来致到伤害。求上帝你赐福伫因厝里的每一个人，会当同心甲因做支持甲鼓励，互因真做伫背后因上好的帮助者。主，阮伫你面头前，阮只有将这的全然仰慕交托上帝。求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通过祈祷，搁一摆得到快乐甲安慰，互阮得到平安，互阮得到喜乐，互阮定心勇敢为主你来跑走。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第二，咱要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三个来为着咱全国所有的教会甲基督徒来祈祷。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无相款的影响。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无因为无取消实体的礼拜，咱至到无法度通亲近上帝。咱开始来学习用媒体、用手机3C 产品，互咱拢做伙掠掉，把握甲主亲近的机会。咱三个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愿要搁一摆为着阮兄弟姊妹敬拜的心来恳求。这个疫情所带予阮的，是开搁较侪时间，甚至看电视来了解疫情，甚至看报纸，甚至看过媒体来了解。但是主，你甲阮讲，你爱阮就爱来牵调主上帝，帮助阮，互阮会当稳定来参与主会线上的主日聚会，帮助阮通过线上的祷告，线上一起彼此的关系的连结，互阮彼此的关系通过媒体通结连更较亲密的关系，甚至更较紧来了解彼此的需要。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搁一摆通过直播媒体的使用，互阮会当更加来装备阮家己的心。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伫上帝你圣神的引带中间，互阮无停止生命的成长。求上帝你加做阮的帮助，互阮行伫主你的道路中，互阮哪来哪永驻。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第三，我是要邀请咱做伙来为着台湾有侪确诊的人来献上恳求。我相信咱拢知影，这个新冠病毒所带予人身体有侪副作用，甚至是人在面对死亡的迄个关头。我相信人拢需要求上帝来帮助咱，特别伫伊欠缺不足、生命危急的时，咱嘛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特别咱会当来为着随风接受为着伊的治疗，所有的疗程拢会当求上帝亲自坚固伊，互伊有够遐的信心。特别咱嘛为着过长老，伊还搁伫台湾病院在接受这个抗生素的治疗。求上帝帮助伊，若洗药剂会当有够遐的体力，血会当得到解毒，洗好清气。嘛求上帝帮助因的家庭，长老娘甲伊的查某囝、后生，每一个人拢同心伫这中间来得到够遐的快乐。咱为着咱头前咱所看到遮的名单于国伦瑞芳执事、金娇姐、陈默大哥嘉荣姐妹、信定兄、杨明杰、李婉姐、满竹姐我苏妈明宏朱登兄、英南兄咱求上帝帮助，伫接续咱侪的无相款的疫苗的施打。我相信，无论是洗药剂的人，甚至70岁以上的遮的兄弟，拢爱第一优先来去做施打的过程。咱求上帝来坚固，伫咱的兄弟姊妹，伫接受遮的疗程的过程，
拢会当一切平安顺遂。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管的上帝，愿主你求讨伊庇的困难以前，愿你将你平安的灵赏赐予阮，因为平安的灵伫阮的生命中间，愿要定心得到喜乐的心。无论环境如何，生命的困境如何，生命所拄到的艰难如何，拢有上帝你圣神的瓦靠，拢有主你圣神的帮赞甲引带，互阮无得惊吓，互阮定心伫喜乐的内底，通得到医治的困难甲大权力。主啊，阮的上帝，当阮每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前，阮的心是何等欢喜，通有一口气，通来见主你的面。主啊，愿上帝你搁一摆来坚固阮，互阮虽然无实体的礼拜，总是阮犹原会当渴慕主你的灵，通过媒体线上直播的礼拜，阮要犹原轻调伫主你的内底，甲主你亲近。甲人密切的亲近，互阮彼此的关系常常伫祈祷中来得到开展。求上帝你帮助阮，坚固阮的心心灵。愿上帝你成做阮的瓦靠，赐福医治的灵伫阮兄弟姊妹，互因毋但得到永驻，嘛互因接受接煞这疫苗的施打，互因拢会当健康，甚至无侪副作用。所带予因的困难，互因通面对，互因通继续勇壮为主你来活，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继续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我相信伫这疫情的中间，有侪厝人有细囝、孙儿的这阿公阿嬷，包括爸爸妈妈、阿婆叔嘛相款，三个囡仔伫厝内一天比一天，我是哪来哪欢喜，甲因会当相甲亲近。虽然真无用，但总是家庭会当营造一个疼的环境，非常要紧。教会需要营造这疼的环境。咱虽然无实体的礼拜，但是上帝互咱每一个全世界的国人、全世界的人民，拢会当。看见家庭三角做伙迄个疼的关系，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将伊丰丰富富的疼赏赐予咱，互咱拄着无用、拄着囡仔真吵闹的中间，咱犹原有疼心、用忍耐的心，求上帝互咱有喜乐的心，用正确的真理来甲因教导，陪伴因来成长大汉。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丰盛的恩典，让我们领受神你所宝贵的祝福。主啊，我毋捌看过，上帝你竟然用安尼疼的机会，互阮通有更较侪机会，甲阮的亲人相合做伙。主啊，这是全球大家人拢在面对的。愿上帝你帮助阮，用一个正面，用善良的疼心。来看待上帝你所予阮这么美好的恩典。主啊，阮感谢你，求上帝你赐福阮，予阮有智慧、有忍耐、有真理活命的话，成做阮的生命的祝福。嘛，予阮用这款的祝福来陪伴阮厝里的小朋友，陪伴阮厝里的亲人。通过伫这疫情的中间。每一个人无法度通出外的内底，虽然端午节、肉粽节，阮甚至无法度通倒转去到伫阮亲人的身躯边，但总是阮会当用电话、用交谈、用更较侪阮讲出阮心内话的方式，来讲出阮心内对亲人的疼。求上帝你赐予阮，坚固互阮的生命，哪来哪永驻。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虽然环境有困难，但总是上帝要互咱伫无五忙的中间，搁一摆通过伊的话语，互咱得到智慧的心。有时你感觉你无倚靠，
但是上帝的疼要成做咱的瓦靠。当上帝疼踮伫咱的心，上帝要赐福咱。咱三甲来跟对主。你的话踮我心，让我无不忘的事，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疼踮我心，让我无外靠的事，予我不忘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温享出去。主，阮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用你的疼来成做阮生命的盼望甲瓦靠。阮要一生跟对你，互阮会当跟对你，哪有困难？咱求上帝赐福咱，咱搁一摆用这首诗歌，甲主讲：主啊，我愿意跟对你，我嘛愿意将你的疼来分享出去，互搁较侪人来领受。踮我心，让我无不忘的事，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疼踮我心，让我无外靠的事，予我不忘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咱甲主讲。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咱甲主讲。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哈利路亚！主管的上帝，
愿感谢你，感谢你，毋但用你的疼，用你的话语，用你丰富的恩典，甲医治生命的伤事，互阮的生命毋能通领受着智慧的心。阮嘛要三甲每一摆来到主你面前敬拜阿罗的时，阮要三甲搁一摆来回应主你的呼召。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一生跟对主你的脚步，无因为环境，无因为阮头前所面对的，阮拢有缘通倚靠你跟对主，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三甲来stud读圣经，来做信仰的宣告。咱三甲来做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昔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stud读圣经是咱每一摆信仰的宣告，就是要成做主领受使命的门徒。咱搁一摆对信心的中间，讲出咱对主的回应甲宣告。所以每一摆，请咱拢会当做伙学习，来领受，来学习。这时，咱要做伙三甲来启应，启应文63篇由我来启，嘛请咱姊妹来引，就是兄弟来启，请姊妹来引啦吼。咱若伫厝里，若是丈夫来启，请太太、妇人人来做伙来引。信是对所毋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古早人因为这个信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对信，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安尼看会到的，是对看袂到的来做的。对信，阿伯比该稳献较好的祭物互上帝。对这个信，伊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做义人。虽然阿伯已经死，通过这个信，伊还在讲话。对信，以诺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人无搁看到伊，因为上帝甲伊牵线去。以诺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的存在。搁信伊会互找求伊的人得到报赏。对信，若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存敬畏的心，做一只大船救伊全家。对这个信，伊定世间人的罪。搁根据这个信，伊成做义的继承人。对信，亚伯拉罕受调去地要承受做产业的地时，虽然毋知要去倒位，毋过伊有顺探出去。这个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分伫这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这个时咱的诗班要来献诗是新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了你。这首诗歌伫咱环境
搁较危难的中间，咱犹原拢爱学乐咱的主上帝，咱三甲做伙来领受学乐。感谢主，咱时常用学乐来颂赞，用学乐来感谢，用学乐来看见上帝伫咱生命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今仔日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圣经伫马太福音书第15章第8节到第9节。马太福音书第15章第8节、第9节。这的百姓用嘴唇尊敬我，若是因的心离开我远，因拜我是空空，因为因用人所命令的做假事来假事人。今仔日牧师要用一个特别的一个主题，叫做甲主贴近的关系，来跟咱三甲来分享。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到底咱甲伊的关系有偌亲近？我相信伫即摆疫情所带互人做一个足密切的关系，叫做啥？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嘛，对无？但是人甲人的中间，伫即个环境的中间，所带互人会产生啥？因为即个环境需要保持距离，所以当咱无法度通甲人亲近的时阵，到底咱含迄个无形的上帝，咱敢有影亲近无？若是连上帝嘛无的时阵，安尼咱搁来想看觅，咱有当时连甲咱的亲人，咱拢会想讲，咱爱含伊保持距离呢。哇！我想即马端午节端午连假，即礼拜是端午连假。端午连假，逐个人拢咧想讲，哇，真无彩！肉粽节无转去含亲人做伙，
非常的感觉怪怪。但是兄弟姊妹，你若知影迄个心有够清净的时阵，你的心若显那较无的时阵，其实我感觉毋免肉粽节的时阵啊，平常时就拢会使啊。所以兄弟姊妹，你甲上帝的关系，敢有相款的贴近关系无？你甲你的亲人有迄个贴近的关系无？或是你甲人的关系是需要透过一个契机，甚至透过一个机会，你才会当清净啊？袂当撇面，其实人甲人拢有即个距离啦。有人住伫北部，有人住伫南部，啊，事实就是需要透过安尼的机会、放假的机会，才有通好做伙。但是，咱爱是另外来思考一个要紧的问题。即马疫情所带互人产生一个足大的问题，叫做人的心进入一个叫做焦虑的心啊。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叫做Rollo May，Rollo May 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焦虑是一种处伫不断的扩散扩散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不安伊有一种特色叫做面对危险的时的迄种无确定感甲迄个无助感。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嘛咧思考，咱就爱来思考，当咱面对危险的中间，咱的生命是无确定无助感较赢过上帝所予咱的迄个平安的。或是你伫焦虑的中间，你袂记得上帝，甚至你毋知影要安怎倒转来到伫主的面头前。今仔日咱要三甲来认捌上帝的话，圣经内面耶稣伊嘛面对遮个人相款的问题。今日的圣经节是马太福音书第15章第8节到第9节，是讲起你若看第1节开始，你就了解。讲有一群法利赛人甲文士，法利赛人跟文士，法利赛人甲文士，法利赛人是做老写这啥律法的这律例语文的啦但是文士咧，伊毋若抄写，佮教导这个律法，所以法利赛人因足注重这个语文，但是文士因若写佮安怎，佮教导，因拢做伙来找耶稣，因问耶稣讲：耶稣是安怎？你的门徒毋免洗手啊？你若讲到咱即摆疫情无洗手就准备得病啊？法利赛人跟文士讲的好像也没有错为什么耶稣你们的门徒不洗手我要跟各位再解释一下这段圣经节提到，不是耶稣在辩解说他是特立独行的，不是。耶稣伊咧讲起，因为过去犹太人、以色列人因有一种仪式，就是透过洗手的这个这叫做洁净的仪式，来表明自己的是一个非常清洁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仪式不是真正咱咧讲的这手部清洁，不太一样。所以有侪不孝的犹太教徒，往往借着一寡合法的方法来讲事，来去咧安怎质疑耶稣的讲法，甚至来质疑侪人的做法。所以兄弟姊妹，耶稣对这法利赛人甲文士就甲因讲恁这假冒伪善的人哇！兄弟姊妹，今仔日的圣经咧甲咱讲起第8节内面，伊咧讲起一个信徒的生命的特色，讲起啥？伊讲这个人民用嘴唇尊敬我，因的心却远离开我。所以兄弟姊妹，咱对上帝，咱是不是有心嘛？是安尼？咱来到主的面前，主我安尼较无，我安尼尊敬敬重你，安尼敬虔的敬拜你。但是你想让我拄到这我们的心有些时候跟神是离得非常的远。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希望你的生命能够跟神越走越近，希望你的生命能够跟神越走越近。留兄弟姊妹，有口无心，这对一个学生，这对一个做儿女的，这家子的拢最重要，对不？
然后有当时吼，囡仔讲，小朋友，那个宝贝儿子啊，你爱不爱爸爸？他说爱啊，可是偏偏怎样，他都不做爱爸爸妈妈的事情，他都偏偏让我们伤心难过。所以我们会时常说，你不要只会讲，你嘛干还要讲，得要真正用心去做。所以兄弟姊妹，耶稣嘛相款，耶稣甲这群法利赛人甲文士甲因讲，恁着爱会记得，恁着爱会记得，恁的心得爱安怎？恁的心得爱亲像你的嘴所讲的相款。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有当时伫这疫情的过程的中间，你看足侪新闻报道，但是你的心若无稳定落来，若无有智慧，通去做好的判断，安尼有当时你的生命嘛对着这媒体新闻的报道来去做唔对的代志。我有时咧看这新闻若开始咧批评政府我这个节目我随关掉，随切掉了。我建议咱所有的咱咧看新闻的这朋友请你爱记得，新闻再怎么样讲的，都有它的主观层面在，但是我们要看的是客观层面的内容，这个才是智慧的人应该做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疫情所带给人的心理的副作用，往往是让我们的心理产生毒药。简单讲就是原本小朋友原本不太会打电动的，他开始接触了这个电动玩具以后，他就开始拼命的会跟你讲说，爸爸妈妈，我要玩那个，我要玩那个。最近我在跟我的孩子因为陪他们，有时候自己真的在忙那他就跟我讲说，爸爸，我要玩一下 iPad。那看我在使用 iPad， 里面好像有一些游戏，我就想说给他玩一下下好了，限定他几分钟。给他玩一次以后，短短5分钟他却可以在下一次再跟你讲那你跟他讲说不行，现在不可以他跟你爸爸，我要 iPad， 我要 iPad， 这叫什么？心灵毒药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你要知影，咱在了解新冠病毒，不是讲咱别去看新闻，不是，是咱要去了解现在流行疫情的这个流行中心疫调，他怎么在报道，这样就够了。其他的其他在讲的都只是社论，那些都不必要一定要去观看，因为那只会让你不够客观来照着现在中央政府在走的方向。到时咱嘛是同款爱面对，咱嘛是同款爱去接受，那何必你现在让自己那么的焦虑、愤怒而且难过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鼓励各位，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真的要懂得判断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免疫力更好。有一个医师他倡导3个原则来提高精神免疫力。我觉得现在我们都在注意关注这个疫苗的免疫力这疫苗的免疫力到底是偌侪偌好，倒一个用的较好治疗较无什么副作用。其实伫这政府还没开始咧宣布以前，我相信我需要，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啥？精神的免疫力所以跟你边仔兄弟姊妹跟你讲你要提升你的精神免疫力。你要提升你的精神免疫力。第一个，精神免疫力这些医生他说过，第一个叫做过度的恐惧比疫情更可怕。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怕了，不要怕了，就等待结果，我们去做疫苗吧。就这样就够了。好，第一个，什么是过度的恐惧？第一个，我们要减少过多的讯息啦，才能够减轻心理的负担嘛，是不是？有些时候这些讯息，现在假消息也很多呢，现在这个新闻也有报道有很多不实的报道，不要听的这些讯息，你根本就不要去多看多听，你只要去好好去看哪一个是这个流行疫调的结果的报道，我们再去了解就够了。第二个，我们必须要设定我们生活当中该有趣的事情。像我们最近牧师必须要陪伴3个孩子，
每天早上起来，他们就说：“爸爸，今天礼拜几呀？”从一开始刚开始停课，他就说：“爸爸，今天要不要上课啊？”现在他们完全没有说要上课了，他们直接说：“爸爸，今天礼拜几呀？”他们一直在等待，等待的礼拜天要来教会，他们等待的哪一天我们还可以再出去玩。每一个人都需要设定目标，你必须要为你的现在的生活重新拟定一个有意义的目标，有计划的。可能原先你不会做运动，那开始来做一些运动啊。不会做家事料理煮菜，那你就好好料理。非常感谢主牧师娘原先不太会煮菜，可是呢这阵子因为每天都在家里，也不能过多去买外面的东西，当然就是只有在家里自己煮饭，那非常好，牧师也就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而且是每天不断的在做变化。所以人的生活必须要自己去规划，那设定一些好的目标，让自己的免疫力心情都会变得不一样。第三个，我们必须要刻意的去练习积极正确的思考。譬如说像现在牧师跟你们讲，跟大家提到分享到有一些正确的概念，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开始试着去尝试看看正面的，不要想了，不要去想那些负面的，不要想说真的没办法。那如果真的没办法，打通电话问候一下，问一下牧师，或者是问一下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跟你的朋友聊一聊，到底你的问题，你的困难在哪里？所以一个人必须要时常去警醒的去省察自己的生活，去审查自己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款需要改变。这样我相信积极的态度会为你带来新的生活跟愿望所以你自然就袂惊啦，袂你惊遐东惊遐西我觉得会想太多，会怕那个怕那个的我想好好想一下，你的生活有多少时间是坐在那边看电视？真的每天我都觉得一天好忙早上起来又要干嘛又要干嘛，很多事情都在忙，怎么还有时间去想说多恐怖多害怕？没有啦，只要好好的去把事情该做的赶快去做完，没有做的，旁边的亲人有需要帮忙的就去帮他做。那我相信你一天下来24小时，上帝给人每个人的时间都一样，所以我相信积极正确的思考真的可以帮助一个人的心态还有他的精神免疫力带来好的帮助。第二个，我们要了解一个研究实证，就是说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问题，不要怎么样，不要想说我完了，我真的没希望了。我们要去了解了解到底我的生活习惯正不正常，我有没有正常的生活作息，而不是什么当我生病了，也不去了解到底为什么生病，我就去医院找医生，不要做这么愚昧的方式。现在的医学很多人都怎么样，都不断的剥削健保，为什么健保局会破产而且负债？就是什么没有破产为什么会负债？负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医疗太过于便利，每一个人只要一生病了就往医院跑。其实我们要了解，上帝给人有智慧，是懂得知影自己的生活到底出什么问题。你茫讲安怎破病就去病院就找医生摕药吃这个吃了这无效，换这病痛，我再来找别个医生去吃这种不是正常的生活作息。一个生活作息你就要知影我平常时有在做运动无？我平常时吃的物件有吃的高油炸高盐有很多东西是不正当的方式在过生活，这样你都没在研究，没在调查你的生活习惯，那自然你的抵抗力就安怎就哪来哪歹。所以记得真要紧。第二，你要充足睡眠。我想现在大家人关在厝里若无工课你就甲补眠困一下嘛，困好饱有一个学生时常我来问讲你现在你这几天拢在创啥？伊讲你要睡觉我嘛心里想想还好，至少你没有出去外面暖暖手。
至少你是在家补充睡眠。所以睡眠非常重要，补充睡眠，还有均衡营养，甚至还有运动休闲。我相信有很多方式在我们的网络上，我们从 YouTube 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在疫情期间创造出很多不一样的产业出来。所以人是需要去查证，而不要让自己的生命是陷入惶恐当中。好，第三个，如何增强自己的精神免疫力呢？就是有疫苗该打就要打。好，所以呢，接下来牧师也鼓励各位，我们除了去了解现在的这个疫苗的状态，我们也要去了解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年纪，还有自己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合打，那该不该打，那有什么状况，有什么问题，也邀请各位你都能够跟我们的小组长跟我们的这个直播小组的组长都可以跟他回报，那让我们弟兄姐妹甚至让牧师我们一起用祷告一起来互相关怀，那这个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帮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台湾的国民素质非常好，我们真的要愿意更多勤洗手，而且配合防疫的政策。所以当我们在配合防疫的政策当中，我觉得这个就像是今天我们所在看的圣经节里面所说的，我们的嘴巴要讲，可是呢，我们的心有没有跟着我们所提的，我们自己也能够真的做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关心国家所做的任何疫苗的状态，甚至我们期待自己能够得到帮助，我们真的要互相建立一个很要紧与神贴近的关系。当我们了解国家，可是我们却不愿意去贴近国家的政策来走，那我问各位，你会健康吗？你会安全吗？你只不过成为一个教会一个环境的团体的什么？人家说一个这老鼠屎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现在这个阶段，每一个人都需要更加的贴近国家所说的执行的政策，甚至呢，在信仰里面，我们更需要贴近上帝的原则，我们该怎么样去爱人、关心人，付上代价，能够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家庭亲人的关系在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建造一个更合神心意的方式。传统过去的方式已经改变，神上帝一透过这个疫情带给台湾人所有的教会，甚至台湾人民重新去认清一个事实，就是咱的心就要定心跟上帝建立一个最要紧的关系，不要埋怨了。只有主，只有上帝可以救我们，只有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疫情阶段，我们需要得到帮助是谁？就只有台湾嘛，台湾的政府嘛。不然你在那边骂，在那边唠叨，你到最后还不是也要接受疫苗吗？所以不要再做一些奇奇怪怪的社论我觉得前阵子甚至还有说我要自己出资，我要自己干嘛，我甚至要帮助国家台湾的人民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也不太有那个必要啦因为政府在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顶多只会造成国家政府他们更多复杂的那个问题出来，甚至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更加持续的贴近神。是上帝在这个阶段，在这个疫情的阶段，是这个全国教会面对困难的情形下，需要定心认清的一个价值跟事实。所以我真感谢上帝，上帝通过这疫情，让咱会当更加亲密的认识，原来人跟人的关系是遐尔要紧。原来咱跟上帝的关系，在这个危险的时刻的中间，咱是跟主是更加拿亲近。所以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意大利93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呢，因为伊得新冠肺炎住院，当伊的病情
伊即个病身体得到即个病症，哇，愈来愈好诶时阵，伊比病院就甲伊通知，甲伊讲吼，你需要付清这个呼吸器诶医疗费用吼，这呼吸器诶医疗费用吼你必须爱去交纳。即个老人吼，93岁老人吼，听到即个代志，都开始哗哗吼，我爱纳这钱哗哗吼，医生吼就甲伊安慰啦，安慰讲某咪人啊，你莫遐艰苦啦，其实吼，你毋免为着这纳这钱来艰苦啦即个老人吼，就安尼一边流目屎吼，就甲伊回应，甲医生回应。伊讲医生啊，我毋是为着钱在流目屎啦，我会当付清这所有钱啊。但是我会为着安尼来流目屎的原因是啥？是因为我活93冬，上帝赏赐互我93冬的空气，我拢毋捌付过一分钱啦。伫病院，我一日的呼吸器，我着爱付5000块。你知影我欠上帝有偌济钱无？我是为着安尼感谢上帝咧流目屎。兄弟姊妹，即个医生听即个93岁的老大人讲了，伊嘛对咧流目屎。兄弟姊妹，咱着爱感谢咱所拥有的。咱着爱感谢、珍惜咱所拥有的，这是上帝互咱伫即个疫情所拄着危难的中间，咱每一个人拢需要了解。所以，请咱着会记得常常感谢上帝，常常伫主的面前求主怜悯咱、帮助咱。虽然疫情困难，虽然咱有侪无方便，虽然甚至咱的生活拢拄着无相款的困难，求上帝帮助咱，求上帝赏赐咱气力，互咱拿亲近主、贴近主，甚至互咱会当成做一个会当配合政府、配合环境，做伙来守护台湾的台湾人。咱三甲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用你宝贵的话语，成做阮生命智慧的来源。虽然环境遐尼困难，总是阮知上帝你已经备办好美好的迦南地，稳定的道路要互阮行。只要阮顺服，只要阮谦卑，只要阮学习伫安静的中间来听候上帝，阮的确要得到主你的祝福甲感恩。求上帝你祝福伫阮头前台湾人民所有的兄弟姊妹，所爱面对的疫苗施打的过程，阮更加需要有智慧来做判断。求上帝你坚固帮助阮所施打所有疫苗的过程，通过政府好的安排，互阮会当更加身体得到臃肿甲健康的免疫力。嘛，互阮会当继续为着头前的生命道路勇敢来迈进。主啊，阮知这拢是一时的帮助，一时的需要。阮更较需要的是阮永远的生命，通对主你遐通得到教育的快乐。求上帝你大大赐福阮兄弟姊妹，伫无相款的所在，生活起居拢有上帝你所赏赐的平安。阮同心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个时，咱三甲做伙来吟圣诗481首，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常常伫环境的困难的中间，咱犹原会当用恩典，用主的恩典。合一的心，三甲来学乐咱的主。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促进合一。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
合一，基督稳定，主接合一，独一上帝，独一的主，同一个心，同一个听，对一个诚心，领受同一洗礼，咱相主听命，结连一体。咱对基督的稳定基督合一，基督稳定，主接合一。咱对基督的稳定基督合一，基督稳定，主接合一。独一上帝，独一的主，同一个心，同一个听。对一个诚心，领受同一洗礼，咱相主主名，结连一体。这是咱三甲做伙同心来奉献，奉献是每一个信主的人，咱就会记得，唔通有为难，咱是徛伫回应、感谢，咱是徛伫甘心乐意的奉献。我相信这拢是上帝所欢喜、所感纳。咱伫奉献的中间，咱会当用划拨，咱会当用转账，咱会当用实体请咱的同工去到伫咱的府上来甲咱摕咱会当亲自起来到教会由牧师来转交互咱的会计请咱做伙同心关心咱的教会伫建堂的工课，咱无停止，咱求上帝帮助咱。继续伫头前的道路来为咱备办美好的产业。主阮的上帝，愿将阮所献，要成做上帝你圣工的路用。主啊，阮若备办阮的金钱。阮嘛要将阮的心、将阮的生命献互主，是上帝你的赏赐，阮才通平安徛伫遮，会当来敬拜上帝。甚至伫阮的工作、生活、家庭，有一口气来为主你来活。主啊，阮同心献上，是阮生命上宝贵，嘛是阮全心的奉献。愿上帝你毋若感纳阮所献，嘛会当伫头前教会助力福音圣工的路用，阮会当更加有份参与伫助力的圣工。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赞，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这个时咱做伙来了解咱的消息报告。牧师要伫遮嘛大声甲咱讲起。咱后礼拜后礼拜是伫博爱教会的募款的工作。牧师有跟因的五团队三甲联络。因的教会有哪是用有哪提供互咱教会来做募款做直播的募款。所以嘛，请咱为着这项事三甲来代祷。另外咱伫教会咱有哪配合全国3级的境界就是到6月28号，嘛请咱兄弟姊妹，若无必要的代志的时阵，嘛请咱有本来是伫厝里配合这个防疫，会记得勤洗手，做消毒清洁，甚至出外会记得要挂口罩，回来的时阵嘛得做消毒。我想咱多做一份细心的这防疫工作，我想咱的环境咱家己嘛会当保持安全甲健康。另外咱伫接续。牧师有讲到真侪，咱伫接下来咱有要接种疫苗，咱若伫接种疫苗的过程，咱若了解，请咱若了解，伫最近若开始，你什么时阵要接种疫苗，你有通报到的时，嘛请咱会当咱的小组长，嘛甲咱的长级甚至牧师，若是你看你会使，请咱甲咱的小组长讲就好啦还是讲敲一通电话互牧师知影一下，嘛请咱会当做伙来为着恁的需要来祈祷。所以请咱兄弟姊妹会当来配合这样代志。另外，第三，咱伫礼拜三，咱顶一礼拜礼拜三咱是做伙参与伫中会所举行的线上祷告会
有那是中会，有那是每一礼拜拢有要用安尼的方式。但是牧师有咧想讲这礼拜咱家己来试看卖，咱家己教会兄弟姊妹，甚至咱的同工，三甲来用线上的祷告会来试看卖。所以请咱会当做伙将咱这个网址甲伊拍入去恁的手机的浏览器这个网络浏览器咱就会当来做上网，然后连接咱的 Google Meet 然后咱登录的密码就是咱下底。然后将下底这密码给拍去，就会当做登录的作用所以请咱做伙来配合一下。若是你时间上会方便呢，拜三暗时8点到9点咱做伙来参与。奉献的部分，咱请咱家己来看原则上牧师头拄拢有报告到，请咱会当继续为着咱的教会其实全台湾即马面对疫情，所有的教会奉献嘛拢减少。所以对教会有侪需要的支出，其实拢有影响啦所以咱特别为着这样代志三甲为着疫情迫切来祈祷。我相信上帝的确会为教会，的确为头前教会所要行的道路迈开路啦所以咱唔免烦恼，求上帝亲自来帮咱。这个时，牧师邀请咱三甲做伙来吟上用的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今时说，牧师来祝祷。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行诚心，阿罗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地到万世。阿门。但我将恁交伫上帝的圣手，愿上帝的话常常刻印伫恁的内底，互恁的心内常常会记得主的话，成做恁生命的帮衬，甲愿望的倚靠，嘛互恁伫生命中间常常伫困难的时，就会记得常常来向主求讨。主要成做恁一生的倚靠甲帮衬。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恁大家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真欢喜，咱三甲伫主的面前，做伙来敬拜上帝。欢迎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每一个礼拜，咱伫早起时9点半，请咱伫提早9点20，将咱的设备来备办好，穿咱礼拜日去到伫礼拜堂的衫正式的服装，咱用心中、用谨慎、用敬重的心，三甲来敬拜咱的主。愿上帝赐福咱，愿上帝赏赐咱平安。